今日我哋一齊聽個關於復活節嘅故事。復活嘅故事係由耶穌被出賣、誣告開始嘅。嗰一晚，猶大出賣耶穌，帶人到客西馬尼園捉拿耶穌。耶穌就被交往當時嘅總督比拉多，被鞭打，並且喺群眾面前公審耶穌。嗰班群眾竟然受祭司長同長老嘅唆擺，仲要將耶穌釘十字架，去換取釋放殺人犯巴拉巴。最終，總督比拉多不敵群眾壓力，順從民意，釋放咗殺人犯。耶穌就獲判釘十字架，隨即交付兵丁送往刑場。目的地就係各各他山。喺途中，耶穌被兵丁嘲笑戲弄，仲要求遍體鱗傷、虛弱不堪嘅耶穌背住十架趕往刑場。除咗耶穌之外，當時仲有2名強盜一齊被釘十架。耶穌嘅十架聳立喺中間，十架上方鋪咗一個罪狀牌，上面寫住：這是猶太人的王耶穌。烈日當空，滿身傷痕嘅耶穌又口渴又疲倦。過咗一段時間，耶穌斷氣而死。兵丁用長矛刺穿耶穌嘅肋旁，確定佢已經死咗。耶穌冇一條骨斷到。耶穌死後，身體被一個財主安置喺佢新買嘅墳墓入邊。墳墓門前用一個大石頭擋住。第2日嘅早上，撒羅米、抹大拉嘅瑪利亞同雅各嘅母親瑪利亞3個人去到墳墓，佢哋買咗香料，要去膏抹耶穌嘅身體。但係佢哋發現原本擋住墳墓面前嘅大石移開咗，耶穌嘅身體唔見咗。有一位上帝嘅使者向婦女顯現，話佢哋知耶穌已經復活。呢3位婦女由原本痛苦、悲傷、絕望嘅心情轉變過嚟。當佢哋聽到耶穌復活嘅好消息，就十分驚訝，並且急不及待要將呢個好消息話俾門徒知。看守耶穌墳墓嘅兵丁向祭司長報告耶穌已經復活，祭司長卻賄賂兵丁，要兵丁講大話，話耶穌嘅門徒將遺體偷走。哥林多後書5章15節：不要為自己活，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。復活節係我哋紀念耶穌死而復活嘅日子。耶穌復活表示佢勝過死亡同罪惡嘅權勢。佢係神，佢係勝過死亡復活嘅神。復活節嘅真正意義係讓我哋可以為耶穌從死裏復活而讚美上帝，感謝神令我哋可以得以重生，進入新嘅創造。我哋一齊禱告啦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感謝你為我哋嘅罪擺上，並且從死裏復活，讓我哋可以因為你得着永生嘅盼望。求你幫助我哋時常紀念你嘅作為，為你嘅復活感謝同讚美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